一会儿食堂那个地方去吧。我的，这两个都是天生的这种，天生的小朋友会跳舞。在我前面来。但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全部都是黄金。哎，你体验了吗？这道吃。哎，小罗回来了。几天了？昨天、前天到的。哦，前天到的，也没跳舞，也没跳舞。大家都整理走回跳。安德巴布洛。
Yes,
跳啊，就跳啊！冲过去。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Agala sukyonu lekizate Meladula kaso yana chusa Marina sinaso Meladula kaso yana chusa Marina sinaso Nyama changpa la kodo Chunglo chunglo gamu kata Nyama changpa la kodo Choyo kalma jaya Ala dogar padung jaya la kata baye do di la ja tonto me chopo la kata baye do so calma ya ya do so poño ya tonto so la ya tonto me chopo kata ya 蓝波中看。
身心衰。
圣诞老人。穿了一身衣服。9点整，9点整的吧。不调吗？9点过7分，听新歌嘛，俺俩听新的。
80岁。哇塞，我这里拍的好，这个距离，哇塞，距离。Good
结束喽。哇，居然是伤了。再跳个赞美雪山，赞美雪山，这么学？跳到的嘛？哦，赞美是不是？赞美雪山，咱们学生。都是比较新的。哦，有会跳。阿里弹唱可以，阿里弹唱可以，高级嘛可以。可以。我先发一下。等你们准备好了，阿里弹唱。Yeah.
手边一小只溪，还有一个在旁边跳的，这是扎溪哦，这黑乎乎的地方在跳。那等一下下去我去找那个曲张错，把它喊上来，我在下面看一下。还有小罗应该没怎么跳，但是那个开旭来了，开旭我小罗在跳。太长了。没事。怎么了？他们要商量一下。商量。小罗在楼下，小罗和开旭还有李亮在练，他们在练那个新舞吧。80岁的，加在一起才20多岁。这边。
这么多，没有这个是吧？没有的，可以，现在缓嘛。对，前面1分钟。这个只有1分钟。还有个前奏先不用录放，还有个前奏你放嘛，你现在放，现在不用录。你说你就录。没有，这边有一项。是啊。
这位，等会儿嘛，他们跳了就跳嘛，一起跳嘛。就这个台，这个工作这么累。那边是小西西和那个不用嘛，你这儿等嘛，他们跳了就一起跳，好吧？这个影响他影响效果。老母，这边跳，不用走吧？还有吧？等会儿他们就一起玩嘛，啊。老母，听没有？哎，就这儿等嘛，不用走，他们3个一起跳，哎，没有，学气不能嘛？学气正，斜走，学习走嘛，没问题，学着可以走。好了没有？好了，我就做好了没有？可以。好了没有？开了。开了哈。他丢到哪？走起。
西龙头。没跳对，他说不用转，我说要转。灯子没跳对，他没事。过跳。许涛说对面等会儿他过来，他对面他随约了他跳舞，他说我有没有音箱，我说没有啊。灯子出去太柔了一点。这儿还有一个大师，扎西门。然后就是你说你是这种地方吗？然后转完，可以转完。再来一遍，小伙子出去。你跟他说，这边我想想。多呀嘞那个门没关，你自己关。啊？大家一起关。可以了，可以了，就看这个可以了。我来关，我来关。我就说了，真的可以了，姚总，谁在放歌？我在放歌。1分30秒放。可以放吗？看见了。拍嘛，从开始来嘛。过来，过来。大强哥，你也一场就有点感觉那种。Yeah.
完了。哎呀，我所以跳不是自然，我们要力气。不是自然啊！我把南拳国中跳了，我跳不累过，真的吗？慢着嘞。完了，4分钟，4分5秒。那南拳国中很好听。两个都只有2段，3分之短，对，3段的就长。哦，这个看到不？可以啦。这个我们。
30吧。哎，下面再跳呀。哦，一个人在跳。OK。美领馆的附近有个爱尔兰，有个老外开的酒吧，体验有点反复小，第二天我们就跑去吃那个圣诞大餐，25号嘛，当天晚上炒那么小。你说在你们用的时候你不去耍？年轻人才可能去耍噻。现在。等一下，把那个这儿，把那个跳完，等一下。哎呀，我拍了。这拍拍。Merry Christmas, Happy Christmas. 当然不会来，只有叫小王妹儿在这个地方。可以了吗？掉椅子，怎么全部掉错了？肯定在那边人山人海的，那也不一定哈，不一定，说不清，因为经济太差了。来个啊，有酒吧，爆奶。
是江阳王木儿，当然不在老家。他妹妹在老家，还没来，不过过几天就来了。现在基本上都在打汉字的来，全是中国人吗？什么都有，我不晓得。台湾比较多。哪一边？哪边？你这个名字吧？就是这个名字。看我这里。我取名字。对。我取名字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要问他，他啥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个没有打开啊。这个没开。相机拍就小个点，好吧？这个可以了。就是要小一些。哎，那个 YouTube 上有叫他那个Tibetan Girl、Tibetan Dance， 你晓得他们是哪个吧？我这安云视频。啊，我就看他们那个粉丝还比较高。它是全是竖屏，一直按那个竖。它是全是竖屏的嘛？它是竖屏涨粉很快。
不全是。没视频看，可以把它对到进。来，把你移过来。不要欺负小孩子，小孩子，这是小孩子，变成小孩子了。行了。为什么这个方式？他和不上跟有关系。